大家好，我叫林奕轩，毕业后有前往泰国及澳洲打职业篮球。目前在台湾就是维持自主训练，大概5、6年级就可以。你问我想干嘛，我就可以念出说，我大学要去美国，然后我以后要去职业，就是我就已经可以这样肯定的讲出来。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挑战。我高中以前是打，就是像大家就是在外面街头斗牛这样。在要进入正式的所谓的篮球比较偏校队体系的话，那时候我觉得蛮不适应的。然后那个时候。也因为这样得不到任何的认可，或者是成就感，或者是关心，就是甚至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在球队好像多余的，找不到自己的价值。但是能到今天可以继续打，就表示我有每一个挫折都有在坚持下去。就是像我，因为我有在不管是美国还是澳洲，都比较属于西方国家文化，所以他们是差不多的。像他们在练球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对于每一个环节的竞争都很要求，就是台湾可能。大家还是会稍微让一下啊，或者是可能前辈啊什么，他们不会，每一个环节他们都要赢，不分年龄的，就是他们也不会上了球场，他们是真的不会管你，我比你小，我比你大，他们是真的是好像是为了这个生命在打，就为了篮球是他们生命在打。所以我觉得我到了国外，我又在提高了自己，因为那里的人太可怕了。对，如果我不再拉高自己对球赛的渴望，或对于输赢的渴望，我觉得我会被淘汰。我自己觉得女生其实在一些球赛上的判断，就是还有一些细腻度，其实比男生还要好。女生其实也可以像男生一样这么对一个运动这么执着，对不对？然后加上因为我的高中的女足是非常有名的，所以我有看到女生运动员其实也可以对于一项运动的自律以及坚持，成为我自己心中觉得我自己可以成为那样的球员，让我觉得退休后我可以很安心的说，我尽了我一切的努力。然后我可以认可我自己就好。你热爱的兴趣变成一个工作的时候，随之而来就很多压力跟竞争，所以我觉得心态要准备好，不是只看光鲜亮丽那一面。因为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其实不是输球，而是你心态就是炸裂，或者是你因为一次挫折，然后对于下一次的机会，其实会有那种畏惧的心跟阴影。我反而会建议人家说，如果进来的话，你真的要把自己的心态准备好，然后你要随时随地做好面对失败的勇气。